Work out together。係時候做運動啦！今日有兒童體適能教練盧國斌同我哋做2組唔同嘅運動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an Sir。首先咧會同大家做敏捷性嘅訓練嘅。今日咧仲有4位小朋友同我哋一齊做運動啊，分別有 Yoyo、Suki、Esther 同埋 Ella 嘅，歡迎你哋啊 ！Pan Sir 啊，咁我哋咪可以開始做運動啦？開始做運動之前就梗係要熱身啦，我哋一齊去熱身啦。好啊。好啦，我哋首先咧就企好啦。咁誒，首先做第一個熱身咧就係原地嘅小步跑咯。咁我哋咧可以咧小步跑，係啦，唔需要太快嘅，係啦，活動啊，快速提升自己嘅心率，係可以稍微加快少少。係啦 ，OK， 好，慢慢降速。好，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做開合跳咯。OK， 就打開手一齊打開合埋，係啦，打開合埋。係啦 ，OK， 好，跟住下一個咧就做後踢腿咯。咁咧我哋手咧擺喺個臀部後邊，跟住咧就向後踢啦。每一下咧就輕鬆踢到隻手。係啦，輕鬆踢。係啦，加油。OK， 好，跟住下一個咧，我哋就打開隻腳啦，大過自己個膊頭少少，然後咧就打開手。左手掂右腳腳尖，跟住上翻嚟，右手掂左腳腳尖，係唔錯。OK， 好，咁熱身再做完啦。Work out together, let's start。好啦，咁咧而家咧我哋咧就企喺個圈圈外邊，然後咧係咪個圓圈咧？我哋跟住個圓圈外圍咧 ，OK 去快跑咯 ，OK 就好似咁啊，咁踩嚇，兩隻腳要快嘅，係啊個步要快嘅，係啦，繼續係啦，啊記住手咧要跟住一齊喐喎，係啦 ，OK 好，跟住咧我哋反方向咯，而今次向順時針咯，加油，係啦，加油，繼續加油。係啦，快啲，加油！後袋做得好好喎，細步啲，係啦，個步密啲，敏捷，個步密啲，啊，左右腳換快啲，係，加油，係啦 ，OK 好，跟住再試下逆時針喎，逆時針，係啦，加油，係啦，個步快啲，係啦，個步快啲，手要跟住一齊喐嘅，係啦，做得好好喎，快啲！加油，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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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加油，係加油，繼續，做得好，繼續，加油，加油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順時針，調翻轉順時針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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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好啦，咁咧我哋咧就企翻個圈後邊咯。今次咧我哋咧就做前後跳圈喎，首先跳入個圈入邊。係啦，跳翻向後，唔好踩到喎 ，OK？ 咁啊，跳前跳後，係啦，一開始可以慢慢習慣咗先，係啦，習慣咗之後咧，就要快少少咯，記住喎 ，OK？ 跳嘅時候咧，控制好你身體，係啦，敏捷，個人咧係慢少，唔好跳得太後，係啦，冇錯，係加油，繼續。加油，係啦，小朋友留意咧，唔好跳得太遠，跳得太遠你跳唔翻後邊，知唔知道啊 ？OK， 控制範圍之內嘅，係跳前跳後，係跳前跳後，加油，手跟住一齊喐喎，係啦，加油，加油，做得好啊，繼續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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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得好，繼續，加油。俾心機，加油！前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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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後 ，OK 好 ，OK 好嗱，大家休息5秒嘅時候咧，睇住我做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做咧前後快步喎，就係咁樣嗱，睇住，我哋兩隻腳要快啲，1、2、3、4，1、
2、3、4，入去，出翻嚟，咁啊，1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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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一開始咧可以慢少少，練好個控制先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慢慢加快咯。係啦，唔好踩到啊，小心啲啊！係，加油！好，再快啲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做得好啊！繼續加油！會做得好好啊！繼續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自己心入邊數住1、2、3、4，係啦，幫自己做好個敏捷，係啦，加油！加油！做得好啊！加油！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！加油 ！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嗱，大家有休息嘅時候咧，睇住我做喎。下一個咧做交叉步啦。咁我哋咧首先就打開隻腳，跟住咧左腳喺前邊，再打開隻腳，右腳喺前邊，咁樣重複做，打開左腳，打開右腳，打開左腳，係啦，都試下。一開始都係慢少少嘅。好，開始。打開左腳喺前邊，打開右腳喺前邊，係啦。打開左腳喺前邊，係啦 ，good， 做得好，加油，做得好，前翻少少，係，加油，打開左腳喺前邊，打開右腳喺前邊，加油，好啦，好，停一停先，大家，我哋咧試下咧一齊做10秒，好快噶喎。好嘅，我同你一齊做，好準備，1、2、3開始，打開左腳，打開右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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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3、2、1 ，OK， 好，繼續慢慢做啦，繼續，係啦，加油，加油，係啦，打開左腳，打開右腳，加油，加油，做得好啊，加油，加油。Very good， 加油，俾心機，加油。OK， 好。OK， 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就企前少少咯喎，落擺開個呼啦圈先嚇。我哋咧就想像下咧，你前邊咧有個 reset 字喺度，咁咧我哋咧就做 reset 小跳啦。咁樣點做咧？大家都知道 reset 字點樣寫㗎嘛？咁我哋咧就向呢邊，幾個身體跟住一齊喐嘅。跳，身體跟住一齊轉，係啦，不斷喺度畫reset字，畫完之後咧就轉身畫翻去啦，係啦，係 good， 係啦，記住個身體咧要跟住一齊喐喎，係啦，加油，繼續，加油，加油，做得好啊，係，加油，做好啲，兩隻腳咧合埋多少少 ，OK， 加油。做得好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俾心機！加油！加油！做得好啊！堅持，繼續合埋對腳，加油！加油！俾心機，加油！加油！好啦，呢一 part 嘅訓練咧就完成啦。哇 ，Pan Sir， 我做完呢組運動之後咧，我覺得好攰啦。係啊，係會攰啲嘅，但係咧做好敏捷嘅訓練咧，對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個反應咧都好有幫助㗎。大家有時間記得多啲做啦。好啊，咁我哋依家咧休息一陣先，轉頭翻嚟咧就做第2組嘅運動啦。